台语真认同，愈讲愈认同。大家好，关机。大家好，我是文酸。最近的选举吼要到啊，对。嘿啊，真正是新闻愈看愈无聊。11月26就要投票啊。嘿，啊，即摆吼，大家拢在查啥，你敢知？论文。查论文啊。你敢有写论文？你敢有抄别人的？嘿啊，啊，你搁咧查学历啦。对。嘿啦，啊，读到对啦。嘿啊，倒一间学校毕业。为迄个新竹的林地间开始嘛。嘿，啊，到即摆搁有高虹安。其实这是头一摆选举的时阵，拢一定咧查论文的问题，所以嘛引起一场风波，大家都会去看讲，啥物候选人啊，伊是啥物学校毕业的，然后伊是毋是有论文，就会摕因这个论文去比对系统做比对，然后就会讲你的论文上抄的。不过其实讲实在话，学历甲你真正去这场食头路，敢真正遐尼有牵连？有当时伫理工科可能你有写论文无？你敢有读硕士可能会有差。不过其实若是真正看来这场文组啦，以文组的状况来看，其实无遮尔重要。像我读文组的嘛，你嘛是文组的嘛。对。啊，我第一份头路的时阵啊，其实吼嘛无，就算讲是第一份头路，学历对我来讲嘛无什么影响。到第二份，搁愈毋免讲啊，大家就看你第一份的头路是做啥物。不过其实因为你可能是拄出社会的人。就无法度像其他人共款，伊可能有进前食头路的经验，就会当就伊进前的头路来判断讲伊的能力到底安怎。所以第一份工课可能就会看你的学历来判断讲你有啥物款的能力。所以像我家己啦，我拢是读教育体系的学校，所以我进前啊，甲我的履历放伫求职网站顶悬，拢是补习班啊，或者是一寡教育机构会找我。对，所以我感觉讲，像我进前啊，嘛有去做过业绩。就是像业务迄种爱业绩的工课，迄当时其实我的主管嘛有甲我分享讲，你读倒一间学校无重要，因为重点要是爱看你的业绩到底敢有好。所以有当时啊做工课要是爱看你迄份头路的性质是啥。可能我伫咧看同事咧抬杠的时阵吼，就是讲啊，我是细心的啦，啊你嘛是细心的哦。拿到着七分嘛是细心的哦。系啊，伊就是我学妹，我认伊做学妹的时阵，会当安那叫伊做愈侪代志。对。对，所以我就较会客气，咱较客气的，请伊帮我搁做较侪代志一点嘛，互伊加艰苦的尔。学历吼，其实无啥物效呢吼。所以其实每一份头路拢会有无共款的要求，最后是看家己的兴趣伫倒位，你的专业伫倒，为着会当得到家己想要爱的工课，你可能就要去考相关的证照。你做在地新闻，你有啥物证照？我有教台语的证照，教学资源人员的证照，还有考过教师检定。这甲我的工课敢若无牵连。无要紧啊，这证照最重要的啊！以后你要跳去做老师，你嘛是会当去啊，对无？还有教育部的B two。嘿啊，最厉害咧！安尼这人才敢袂？啊，毋过有当时要写伫下骹的老话红妹。讲真笑的啊，无啦，做啥大家有我意见啦。好来，要毋过吼，虽然咱文组的有当时也感觉吼学历无啥物重要的，要毋过吼理工科吼伊就足注意学历，因为我有一寡理工科的迄个同事，伊就甲我讲吼，硕士比学士搁较悬的薪水，对，博士比硕士的薪水会搁较悬，可能有会去电子公司做头路的一寡我的朋友吼，伊可能吼伊一开始伊拿硕士尔，要毋过吼伊硕士入去薪水比博士搁较低，伊就会搁继续慢慢读到博士，来争取家己钱愈来愈济。要毋过像咱两个经验就无共啊，你学历是咧从啊，起来看安尼因的尔。其实可能考公务人员较有差啦，所以可能是第一份工课会较有牵连。毋过续落来就是爱靠你的经历，还有你经营出来人脉。这最重要的，有够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若是拢是做同一个工课，你特别爱经营这个人脉之间的关系，可能对你咧做工课时阵会有真侪帮助。是，所以吼，你也伫这间公司做歹吼，就爱说你吼，你的歹名声可能会伫这间公司传到另外一间公司，搁传到另外一个公司。虽然讲业界吼，伊是互相竞争的迄种关系，也毋过吼，伫人咧使用的顶悬，伊可能会互相探听。所以吼，今仔日要讲这件代志，主要吼，毋是要来批评讲学历是无效的，是要甲大家讲吼，你的经历愈重要。
因为有的人有可能会因为这排政治内底新闻拢在炒你的学历，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即摆搁咧读大学的学生唔通因为你学历奉公足低足歹，你就感觉家己心情无好，感觉家己读册无效，你唔通安尼去想。其实你经历是上重要的，摕着你第一份头路了，你来认真拍拼。所以大家莫因为风笑就无自信，其实你咧找头路的时阵，要是爱建立家己的自信，然后伫你迄份工课当中发挥出你的实力，才是上重要的。你也因为你的学历笑的时阵我感觉你就先忍耐啦，吞忍落去啦。以后用你的实际的经历来讲笑得去，无啦，就是讲你当用你以后实际的能力来证明家己。所以唔通因为即摆的事件来看低家己，对家己学过的物件有自信，对家己的实力有自信，对家己的能力有自信，就像我即摆同款。后尾这时间继续看第一集领导，拜拜。